不是啊，以前国民党立委齐卡心呢公开上了入表录音档呢，因为甲林育伦的太太这个开讲这个底图同款，互人质疑讲是来自伊的大家。齐卡心才表示讲，林育伦的太太可能无啥清楚，嘛或者林育伦的太太伫昨就发出声明表示讲，真正无得过谈论讲这齐卡心利用立委的身份独占话语权，无希望讲规工拢听到媒体伫替齐卡心传播一寡白贼话，这嘛互齐卡心佫提出伊的手机啊，即是讲伊的消息的来源，毋是因大家嘛重新讲，伊无要伤害因。我现在不会看起来太嚣张吧？还好吧？态度轻松，国民党立委齐卡心无密起来，连续2天拢受访，不过前一天。林育伦的太太，那我想她也是在搞不清楚的情况之下，有了这样子的猜想，我也不怪她。袂当接受这款的态度，林育伦的某发声明，无法度忍受齐卡心用立委的身份霸占话语权，无想要听到媒体规工咧替伊讲白贼，希望媒体莫干那听市委员的讲词，搁再怀疑齐卡心为大家的手头摕到伊家翁婿的录音档。你什么时候变成我婆婆了？然后他就回答我说：“笑死！我没有任何想要伤害他或是攻击他的意思。”摕手机仔的对话出来，强调录音档的来源是家己的朋友。齐卡心看家己人，搁再涉入诈骗案的风波，就连家己的翁婿担任多次经省研究发展协会理事长，嘛互人怀疑。相片内底含住互举办威诺中建公益讲座的人，就是齐卡心的翁婿刘眼礼。后民进党的议员就异常质疑讲，是毋是用利用职务协助建商含住户来斗，互人联想以外地点就伫咧齐卡心上山信义区的选区。一个地方选出来的民意代表，特别找自己的家人来做一些建商的介绍工作，办一些都更的讲座，我觉得这个是相当不寻常的作为。台北市很多的立委跟很多的议员都有在做这样的选民服务，所以完全没有跟任何的建商有牵涉，也完全没有任何的不正当的利益。互外界看作是立院女战神的齐卡心，今嘛为厝内人的诈骗风波到翁婿超多间的争议，搁再有新的话题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依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